一般係幾多歲嘅人會容易啲患上鼻咽癌呢？咁有咩方法可以幫助到我哋喺早期就檢測到呢啲隱形嘅殺手呢？咁如果做呢一個次世代基因檢測嘅時候，佢係用咩方法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增加呢個靈敏度咁多㗎？我知道喺早期癌症篩查方面咧，呢一個次世代基因技術都可以增加我哋揾到早期鼻咽癌嘅機會嘅喎，係咪啊？Call me doctor， 我係 Dr. Cheryl。Call me doctor， 我係 Dr. Zion。大家好，歡迎翻嚟 Call me doctor， 我係家庭醫生 Dr. Cheryl。唔知大家知唔知喺香港最常見嘅頭頸癌係乜嘢呢？冇錯，就係鼻咽癌啦。今日咧，我哋好高興可以邀請到耳鼻喉科專科杜永熙醫生，同我哋一齊講解下鼻咽癌有幾常見啦，同埋咧佢有啲咩方法可以檢測嘅。杜醫生你好。你好 Cheryl 你好。杜醫生啊，鼻咽癌咧有個花名嘅，叫做隱形殺手。因為一般咧嘅病人喺去發現有鼻咽癌嘅病徵，譬如流鼻血啊、有耳鳴啊，甚至乎頸度摸到有淋巴腫脹嘅時候咧，一般都比較晚期喎，係咪啊？的而且確講得非常啱，因為鼻咽癌嘅症狀咧，有時係可以好輕微嘅，甚至乎有部分嘅病人咧係完全冇任何症狀嘅。咁所以變咗好大部分確診有鼻咽癌嘅病人當中咧，可能有80%咧發現嘅時候已經屬於晚期。哦，有80%嘅人佢發現嘅時候已經比較晚期，咁佢嗰個存活率就一定會好大影響。絕對會啊。咁咧，如果喺鼻咽癌嚟講咧，一般係幾多歲嘅人會容易啲患上鼻咽癌呢？我知道其他好多癌症都係年紀越大越容易患上癌症嘅，鼻咽癌係咪都係一樣咁樣㗎？鼻咽癌就絕對係完全唔同，係絕對相反。因為我哋講緊喺男士當中咧，20至到44歲係鼻咽癌咧係頭號嘅癌症殺手。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呢段時間亦都好多病人都會覺得啊，我自己喺呢個時間個身體都好健康啦，唔需要做咩檢查啦，咁就會忽視咗一啲好輕微嘅症狀，令到嗰個確診嘅時間咧就褪後咗啦。明白。頭先你講到話20至44歲，呢個真係正值我哋嘅人生嘅黃金期喎。係啊，真係一個好後生嘅歲數。咁你見過最後生嘅鼻咽癌病人係幾多歲㗎？以我個經驗當中，我見過一位病人18歲就確診咗鼻咽癌啊！18歲就已經確診咗鼻咽癌，咁真係唔可以忽視呢一個鼻咽癌嘅嚴重性同埋佢嗰個普遍嘅程度。咁除咗年齡啦，頭先講到20至44歲嘅男士咧，係一個高危嘅群組啦。有冇其他高危嘅因素㗎？其他高危嘅因素咧就包括一啲我哋叫做 EBV 病毒嘅感染。咁原來 EBV 病毒咧係同我哋傷風感冒咧都可能好容易曾經有感染過嘅，咁但係我哋發現到原來 EBV 病毒咧，隨住時間喺身體裏邊可能會產生一個病變，而導致患鼻咽癌嘅風險係增加啦。咁除咗 EBV 病毒以外咧，我哋另一啲因素咧就係包括係遺傳啦。我哋講到直系嘅親屬，包括係我哋嘅父母啦、兄弟姊妹啦，如果係有鼻咽癌嘅病歷咧，會增加到病人患鼻咽癌嘅機會咧高4至10倍嘅。咁所以遺傳方面咧，亦都係一個高危嘅因素啦。第三方面咧就係我哋嘅環境同埋我哋嘅飲食啦。嗱，其實鼻咽癌咧頭先講到喺華南地區啦，或者係都係好活躍同好普遍嘅。咁所以鼻咽癌除咗隱形殺手之外咧，另一個好容易去講嘅名咧就係叫做廣東癌啦。咁點解咧？因為發覺咧喺呢個華南地區有部分嘅病人原來咧好中意食一啲醃製啊，或者係講緊一啲臘肉啊，或者鹹魚嘅食物咧，而呢一啲咁嘅情況都會增加病人患鼻咽癌嘅風險。明白。杜醫生啊，頭先提到咧，鼻咽癌係好難去早期發現啦，而一般發現嘅時候，往往都已經係一個晚期嘅情況，亦都會影響呢一個嘅存活率同埋醫治嘅困難啦。咁有咩方法可以幫助到我哋喺早期就檢測到呢啲隱形嘅殺手呢？喺傳統方面咧，我哋通常會用到內窺鏡嘅檢查啦。咁通常我哋喺門診當中咧，我哋都可以透過內窺鏡去檢視病人嘅鼻咽，去睇下有冇一啲腫塊啊、一啲癌症嘅先兆咧，而去確診嘅。除咗做內窺鏡之外咧，我哋都可以幫病人安排驗血啦。咁驗血嚟講咧，其實都可以做一個叫做鼻咽癌嘅一個 EBV 病毒嘅測試啦。係咪即係鼻咽癌指數啊？冇錯啦，呢個鼻咽癌指數咧，通常就會出一個數據，就係話你係陽性定係陰性啦。咁但係其實咧喺
我哋比較上傳統嘅抽血裏邊嚟講咧，都係驗一啲 EBV 病毒嘅一啲抗體啦。咁而佢嗰個假陽性咧都會幾高嘅，所以變咗有部分嘅病人 check 咗出嚟話陽性喎，就會令到佢哋可能好擔心咁樣。咁如果抽血驗到呢一個鼻咽癌指數高，其實真係會令人好擔心㗎喎，尤其是佢有機會係一個假陽性，即係我冇病，但係嗰個指數話我有 positive 有陽性呢個反應。有冇一啲新啲嘅技術可以幫我哋減低呢個檢測嘅假陽性呢？可能增加呢一個檢測嘅方法嘅精準度？有嘅，咁其實都係驗血嘅啫。不過我哋驗血當中咧，我哋會用到一個次世代基因嘅測試，我哋叫 NGS 嘅技術啦。咁呢個抽血當中咧，其實就對比起傳統嘅一個鼻咽癌指數嘅測試咧，就更加準確啦。特別係頭先講到嘅假陽性方面咧，佢就會降低到得返0.7% 咁樣咯。哦，明白。咁即係如果我去做咗呢一個鼻咽癌嘅次世代基因檢測，個報告返嚟係陰性嘅話，超過99%我都真係冇鼻咽癌嘅。冇錯啦。哦，明白。咁如果做呢一個次世代基因檢測嘅時候，佢係用咩方法令到我哋可以增加呢個靈敏度咁多㗎？冇錯啦，其實呢個次世代嘅基因測試咧，我哋都係睇翻佢嗰個 EBV 病毒嘅基因啦。咁你話以對比翻舊式嘅抽血咧，都係睇 EBV DNA， 但係佢就睇佢一個叫定量嘅測試。咁對於有部分嘅病人可能曾經感染過鼻咽，即係嗰個 EBV 病毒咧，可能嗰個指數都會高嘅。但係呢一個次世代基因嘅測試咧，就能夠精準咁去睇清楚佢裏邊 EBV 嘅 DNA 係咪一啲癌細胞釋放嘅 DNA，令到佢個準程度可以大大嘅提升啦。咁用呢一種新嘅次世代基因檢測咧，去檢測鼻咽癌嘅 DNA 咧，就可以大大咁樣減少檢測嘅假陽性，唔使虛驚一場喎。係啊。除咗減少呢一個檢測嘅假陽性咧，我知道喺早期癌症篩查方面咧，呢一個次世代基因技術都可以增加我哋揾到早期鼻咽癌嘅機會嘅喎，係咪啊？冇錯啊，其實喺呢一個研究當中咧，中文大學咧曾經咧為到香港超過2萬個無症狀嘅男性咧去進行一啲篩查啦。咁喺抽血嘅結果嘅檢查當中咧，發覺到佢能夠去偵測到鼻咽癌嘅病人咧，有70%嘅病人咧都係一個早期嘅一個時間去偵測到啊。對比翻以往咧，其實咧可能得2成嘅病人咧係屬於早期確診鼻咽癌。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鼻咽癌嘅一個次世代基因嘅一個測試，能夠對於病人嘅篩查方面咧起咗一個好大嘅作用。因為咧唔單止能夠早啲去知道呢個病啦，咁去醫治方面咧，可能有部分嘅病人可能做一啲簡單電療已經可以處理到，以至於啲後期嘅鼻咽癌嘅病人當中咧，唔單止要做電療，甚至乎可能要做埋化療咁樣。明白，其實早期去檢測到及早治療咧，係喺醫治任何癌症上面係非常之重要嘅。而癌症篩查最重要嘅一點咧，就係我哋要喺冇病徵嘅時候，定期去抽血檢測，去做一啲癌症嘅篩查。因為往往有病徵嘅時候再去做咧，其實我就會同啲病人講，呢個你叫睇醫生，你係已經有病徵啦，你流鼻血啦，或者你已經耳鳴，你先去檢測咧，其實就已經唔係篩查啦。篩查個重點就係喺冇病徵嘅時候去做嘅檢查。你講得非常啱。呢個亦都係我哋家庭醫學成日提倡咧，就係要做預防醫學 （preventive medicine）。喺完全冇病冇痛嘅時候，定期都去揾家庭醫生去睇下自己有咩高危嘅因素啊，去睇下有冇咩嘅癌症咧係需要定期做檢測嘅。講得非常啱啊 Cheryl。杜醫生頭先提到，我哋抽血檢測鼻咽癌有2個方法啦，一種就係傳統舊式啲嘅驗 EBV 嘅病毒抗體，一種咧就係新一代嘅次世代基因排序啦。咁我知道坊間好多嘅體檢中心其實都會幫病人抽一系列嘅癌指數嘅，咁當中有一個成日抽嘅癌指數就係頭先講到嘅 EBV IgA、EBV 嘅病毒抗體啦。多唔多病人係攞住呢一啲陽性咗嘅 EBV 病毒抗體報告嚟到你診所話醫生點算啊？我係咪鼻咽癌啊咁樣嘅？呢個情況都好常見嘅，通常病人攞住個報告嚟俾我哋睇就話：哎呀，好擔心啊！我係咪其實已經有鼻咽癌呢？咁樣咯。咁呢一個情況，耳鼻喉科醫生會點樣同佢做進一步嘅檢測呢？通常我哋睇咗個報告之後咧，我哋亦都會同病人喺診所裏邊即時去做一個內窺鏡嘅檢查，去檢視一下鼻咽有冇一啲腫塊啊，真係癌症嘅先兆。嗱，如果真係有嘅話，當然我哋通常會同病人安排下一步就去攞一啲活檢去確診鼻咽癌啦。咁但係如果個病人嗰個情況就係照嗰個內窺鏡，原來係唔覺有任何腫塊嘅喎，通常咧我哋就會同病人去商量去再驗血，就係頭先提及到
到去驗一個 EBV DNA 次世代嘅基因排序，令到佢增加個準程度啦。咁如果佢新一步嘅抽血結果係陰性的話咧，其實個結果咧就會凌駕於佢之前可能係體檢中心驗嘅一個 EBV IgA 嘅結果啦。咁就會去令到病人更加放心咯。明白，咁就又可以避免虛驚一場啦。冇錯啦。咁如果有啲病人佢個次世代基因排序係陽性嘅，但係咧又做咗鼻視鏡，亦都做埋頭先所講嘅磁力共振、影像檢測，都揾唔到個鼻咽癌喺邊喎。咁呢啲病人應該點算呢？其實咧喺個研究裏邊亦都指出咧，如果次世代基因係真係陽性，而個病人真係未偵測到有癌症嘅跡象咧，唔代表佢冇癌症喎。因為我哋講緊未來嘅2至5年期間，佢真係發展到有鼻咽癌嘅機率咧，比正常會高好多。所以我哋醫生咧通常都會建議咧，病人可能每隔半年至1年左右啦，我哋可以再驗血啦。同時咧，亦都要緊密去覆診住耳鼻喉科醫生，去幫佢做內視鏡嘅檢查，去睇下個鼻咽有冇唔尋常嘅腫化啊，甚至乎病人如果有一啲新嘅症狀出現咧，要更加及早去睇醫生啦。明白，個目的就係希望及早可以喺個鼻咽癌一發現嘅時候就會即刻檢測到佢。今日咧真係好多謝杜醫生嚟到 Call Me Doctor 帶俾我哋咁多關於鼻咽癌嘅資訊，尤其是係咧點樣透過次世代基因排序嘅抽血檢測可以揾到早期嘅鼻咽癌。希望我哋嘅病人都可以及早發現、及早醫治，同埋大大增加佢哋嘅存活率嘅。如果大家咧都中意呢一類嘅健康資訊嘅話，歡迎 Like、Subscribe、Share 健康好人生。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